来看顶礼拜三峡发生重大车祸，78岁驾驶分别无法度配合调查。今仔日有家长有团体开记者会，呼吁县市府着爱重视校园周边的交通设施，来确保学生囡仔安全。三峡北大国校门口的车祸发生到今已经第8天，到底为什么会造成这桩悲剧？到今也无答案。这互家长组成的志工团体无法度接受，呼吁应该赶紧厘清事故的真相。跟他在同一个加护病房的受伤的爸爸其中一个爸爸对外讲的有听到他讲话，那我们是希望说赶快检警赶快去问讯他的口供。针对网络有人指控78岁驾驶已经清醒阿东病院8岁讲这是谣言，表示目前事有的驾驶当咧昏迷，也若即届车祸造成3个人死亡，内底有2个是国中生。校园周边的交通安全问题也引起社会关注。有家长讲，即马拢会提醒囡仔行路爱看路。我们有看到那个很残忍的新闻画面，也有跟孩子讨论，因为现在小孩子很喜欢戴耳机。所以会就是告诉他说，其实你都要关心你周遭的声音。拜二透早，全国家长教育志工联盟开记者会，诉求政府爱伫校园周围提供检测板、闪光灯等等的相关设施，以防像这款的悲剧搁再发生。从这个一些相关的资料的画面看得出来，它的路幅是比较宽广。那像在这种路口的时候，其实它应该是有一些其他可以像我刚刚建议的，就比如说减速板，类似这种的措施可以防范。联盟也建议各县市政府一定要针对导护志工规划相关的课程，透过导护志工来保护学生囡仔上下课的安全，让导护志工发挥更较大的作用，确保囡仔的安全。记者陈亚轩、林秀凯台北报道。